台湾产业总统营嘅专题，两岸更加规调有交流。去年来台湾嘅中国人客创历史新高，超过200万人次。喺中国大陆发生 H7N9过后，观光局成立嘅24点钟同步应变中心，同接待大陆人客嘅旅行社同导游，听处理相关同步案件。台湾咪针对中国8则省、2则市也嘅日期发布黄色旅游警示，那会睇有料期间咪禁止人客为业价白。不过见后调西向南部嘅时节，如果上过多人去实体公园参观，也是知道人气嘅安全会有疑虑。将台北管土嘅自然公园来做利益，如长期针对条例来做观测检验，配合疫情嘅严重性，也有分级备营运措施，确保游客同工作人员嘅安全。我一下来我就爱上台湾了。最近呢，因为有禽流感的问题，所以各位到国父纪念馆的时候呢，下车记得如果有看到鸽子不要喂食不要喂食。台湾导游在个提醒台中人客，托 H7N9防疫期间来台湾留了要注意的事情。35.2度行我准备体温计同作业咩，来研究台中人客严重快，清楚总部也得会空间情形。多洗手，因为我们人跟人接触大概不太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媒介的东西会很大的问题。呼吁台中人客要接洗手，加強用酒精來消毒，一定接待台中人客嘅導遊，就係把關人客空間嘅輕重嘅問題。高速公共局土先嘅處就積極同接待台中公共局嘅旅遊業者和個導遊一定相關單位講，要注意人客嘅空間情形，和佢唔是講沒有人客很配合，較用心嘅話。有的人客是教我準備嘅乾洗劑，台灣攏在上海嘛吼，上海是最先出發現的嘛。中海人哈拢科那个层次比较高所以因哋嘛拢會注意安尼啦。那个出团之前会开说明会，在说明会的时候会特别注意这个饮食卫生，以及在境外那个让游客不要去碰触这个畜禽类物。當然，是到了解的係睇到人客來台灣留了嘅體驗，注重一下民政司 H7N9係為年車俾本人，唔過當然要按到嘅睇到人客民眾難免會少，行家我去睇到廣告，未揾義父見了咁樣疫情。因為有一些旅客認為說到大陸，比如說這個華東地區旅遊的時候，他就想要有退團、退費的這樣子的需求。到了當地的時候，你旅遊的話，因為一般來講旅行團也會去避免去到這些比如說有禽鳥的地方，或者是畜牧養殖這個有養家禽的這些地方。就算唔係人客去接觸調位也到，不過當然叫佢哋中國北方嘅口調向南邊來到台灣高東，用台北管土自然公園來做利益。當然，他用100種嘅調位對也頓腳。豐富嘅自然生態，人氣當然都有一道團體去參觀，人氣咩重啟，趕在行家檢驗一道調位，咪為咗以前嘅長途來做無窮用嘅營運措施。這4個時期啦，就是一般時期、防護時期、警戒時期，跟到最嚴重的可能危險時期的這個部分。第一個是保護我們自己民眾來訪的一個安全在，其實另外一個就是說，對我們自己工作人員，我們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跟注意他們的一個安全的一個部分。上海已是個不夜城。聽聽兩岸嘅往來交流機會很多，雖然已經同國人發出去大陸旅遊嘅黃色警示，提醒大家要特別注意旅遊安全，和個檢討要希望。唔過一報嘅天時暗夜 H7N9嘅平圖較無安利可嘅，唔過平圖運用嘅變化無人知。等到後調向南邊，可能係下一道嘅挑戰。提醒民眾對個人嘅衛生管理做意識，離開群條，增加唔會車尾度。下個新聞連研究54台北報道。